疫情是拖得真紧，有不少的民众就发现家己快筛是阳性，就随走到病院急诊，也佫有人买无快筛的试剂，嘛是冲到病院的体检站。这一来哦，互这个医护人员无用甲车跋病；二来拢总走到病院，冒群聚感染的风险。为着要来减轻着医疗院所的负担，指挥中心呼吁大家，快筛若是阳性，毋是走病院，是先去社区的体检站。真日乡亲走去病院要做体检，不管是要填资料的人，还是排咧要等做 PCR 体检的人，有够侪。本土确诊的病例数愈来愈侪，超过6000例。偏偏快筛试剂无够，有需要的人只好送去病院做体检。我们急诊每天的业务量大概60到80位病人，最近这一个礼拜已经都200-300人了，也是蛮多人真的只是为了恐慌，就是说我好像去过哪个地方觉得怪怪，就是想来采检这样，也没有症状，我觉得那个没有需要啦。看到遮侪人伫排列，连急诊室的医师都拢真烦恼，烦恼讲会变成大家伫遮咧烧位，还有公司甲学校安排集体到病院去采检，让互这个医疗量能真吃力。有医师伫面前的分享病院的记录，2点钟内有44个病患，和急诊的医师有够无奈，竟然讲已经有2间中大型病院专职病院。病房拢满啊！有网友伫骂讲，指挥官敢毋是讲全咧病院病房还阁有，敢讲都要到医疗量能崩盘，才要讲实话。对了这个代志，医师嘛有提出呼吁。其实国外有很多人，他们是在家里自己用这个快筛棒子挖鼻腔或者是口腔，甚至有的用唾液当检体，然后再把这检体呢请这个运送到医院，然后在医院就会隔1-2天再发报告给大家确诊是阳性。那这样子呢，也可以减少急诊的拥塞。确诊的人数愈来愈侪，就惊讲会和这个医疗量能崩盘，嘛互医疗院所唔知要安怎处理较好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